家居可以設計，家私可以設計，其實家規同家教都可以設計。你有冇諗過最理想嘅家規同家教係點嘅呢？簡單啲咁講，你嘅家風應該係點嘅呢？中國人重視儒家思想提倡嘅仁義、誠信同忠孝等教導，呢啲都係中華民族傳統嘅家庭美德，係應該代代相傳嘅好家風，成為每個家庭嘅傳家之寶。咁我係邊個？大家都叫我做鬍鬚博士，我係帶你哋去尋寶，尋傳家之寶。我阿爸好中意搞笑㗎，成日都整蠱自己，氹我同媽咪開心，係我哋屋企嘅笑蛋嚟㗎。阿女一放學，老公就即刻帶我哋嚟鬍鬚博士呢度，唔知佢有啲咩新搞作呢？各位觀眾，未來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，其實今日係帶佢哋嚟穩定明日救星。等等，鬍鬚博士呢個衣櫃好犀利，佢可以變做時光機，隨時幫你哋去揾到未來救星。未來戰士就聽過啫，未來救星係邊一位啊？等陣你就知㗎啦。鬍鬚博士，你老公呢？佢走咗入衣櫃裏邊，幫我哋揾未來救星喎。鬍鬚博士啊，我嘅未來救星係點嘅樣㗎？靚唔靚仔㗎？靚唔靚仔我就唔知，我淨係知道未來一定有一啲令你唔開心同埋失望嘅嘢發生，到時呢一位救星就會出嚟撐住你。唔開心嘅事啊，咪默書唔合格咯。知道你已經盡咗力㗎啦，再接再厲，下次一定可以合格嘅。等我試下，幫唔到阿女啲成績，我覺得自己唔識教女，好冇用。點會冇用啊？你平時做嘢咁忙，但係照顧阿女嘅起居飲食都仲照顧得咁好，又教識佢待人接物喎，已經係好叻㗎啦。阿女成績嗰度，我哋再諗諗計啊！到我啦，同學成日笑我老土，我都想變成好似佢哋咁樣啊！女大18變啊嘛，人哋嘅睇法係改變唔到你㗎。真正改變自己同進步嘅咧，係由你點睇自己開始。要同自己講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仲有公司啲 project 做極都唔完，咁咪好咯，不停有新嘢學，不停提升自己嘅能力。不過最正嘅係有老公分擔屋企家務。係啦，鬍鬚博士啊，又話坐時光機去未來揾未來救星嘅，點解次次都係阿爸嘅？仲使咩坐時光機啫？今日你爸爸好似喺度搞笑，其實佢係用笑聲去建立緊你未來嘅正向思維啊！咁我明白啦。我以後無論遇到啲乜嘢困難同埋挫折，我都會學爸爸咁樣積極去面對難題，保持樂觀，唔放棄。今日嘅爸爸就係你未來嘅救星。咁我哋而家去揾爸爸啦。堅毅樂觀，凡事加點新角度，向好方面諗多啲，係一個好好嘅家風，去幫助下一代保持正向思維。其實屋企每個人都可以帶頭建立好家風，將佢傳承落去。